收睇自在快活呢個新嘅節目。自在快活呢4個字呢，對我嚟講呢，就有一個比較特別嘅意義嘅。咁至於呢個意義係乜嘢呢？我容後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下。首先呢個節目呢，係屬於一個個人分享嘅頻道，係我對生命啊、生活啊、社會啊等等各層面上嘅睇法同埋一啲感受。呢個亦都係坊間普遍個人分享頻道嘅特色啦。因為人人都唔同啊嘛，咁咪各有特色咯。其實人生匆匆幾十年，邊一個生命入邊冇故仔啊？由青蔥歲月，轉眼間變咗而家中年大叔，所見所聞，上至宇宙，下至腳底，都仲係要腳板底好有勁喎。如果大家唔介意，日日都會同大家分享㗎。我從事咗廣告設計相關嘅工作都有30幾年㗎啦，由80年代黃金時間輾轉到而家嘅黃昏時間，感覺上真係有啲唏噓。我當中亦都有參與過一啲教育嘅工作，都一段時間㗎啦，都係同自己行業有關嘅教育工作嘅啫，就唔係一般嗰啲中學、小學嗰啲。當時俾我最大嘅得着咧，就認識到一班唔同階層嘅年輕人，真係嚟自唔同嘅環境同埋成長嘅年輕人，當中真係有喜有悲。對我嚟講咧，就真係充滿着呢個情感同埋成長嘅印記。呢個如果有機會俾我重新再嚟一次，我真係會同佢哋講，我願意再教你哋10000年，因為你哋帶咗俾我半生人入邊其中一段真係幾美好嘅回憶。而我由細到大都算係一個街童，其實喺我哋嗰個年代啊，我諗冇邊一個細路仔，即係唔係以街童嘅身份流落街頭。即係我哋算唔算係出身於亂世嘅呢？其實當時社會好動盪，周街菠蘿，而且民生普遍係比較貧窮嘅，亦都係當時呢，我就鍾意咗一樣運動，你可以講當係樂趣嘅細路仔嗰陣。即係呢個樂趣咧，係普遍一啲窮孩子咧都會鍾意嘅，就係足球啦。因為平啊嘛，真係唔使錢啊嘛，又可以跑嚟跑去放電。嗰陣時我記得西瓜波已經係奢侈噶啦，到後期我先踢西瓜波嘅。其實未踢西瓜波之前，你估我踢乜嘢啊？俾你哋估下。嗱，直到而家啦。即係當中，而家有自己嘅球隊球會啦。其實當中經歷咗好多起伏，所走嘅路，唔知大家想唔想聽呢？嗱，每集我都會盡量環繞住一個主題去同大家分享，同大家講下故仔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下設計。設計究竟係咩嘢嚟嘅呢？根據我自己睇法，設計首先係一個行業嘅稱呼啦。其實每一個人都與生俱來都會懂得呢個技能嘅，即係我自己覺得就屬於一個天賦嚟嘅。其實點解會話係一個天賦呢？因為我哋由出生以嚟，我哋都有不同嘅需要。呢個不同嘅需要呢，就係引發到我哋會喺形形色色上嘅處理方法呢。呢個呢，其實都係屬於設計嘅。簡單嚟講，我哋由細
懂事，即係冇話懂事啊，開始慢慢成長嗰陣，我哋會做好多令自己舒服或者開心嘅事情。打個比喻，女孩子鍾意扮靚，喺頭上擺一啲飾物啦。咁首先呢啲飾物一定係自己喜愛先啦。即係男孩子亦都會將自己變得比較男子漢啦，即係形象化比較好啲啦。咁呢啲通通都係歸納係設計嘅一種嚟嘅，即係只係我哋唔自覺做咗出嚟啫嘛。即係唔止我哋現代人係咁噶，其實我哋細心諗下，我哋由人類古代開始，即係我唔知屬唔屬於盤古初開啊。就算我哋去狩獵，我講古代啊，而家嘅唔使啦。咁咧就去狩獵，由最初可能用個石頭抌鬼屎你，但係你抌下，咁你梗係會諗個好啲嘅方法啦嚇，抌到真係天荒地老咩？咁可能用石頭，但係綁住支樹枝，會唔會劈佢咧？兜嘢劈佢咧？嗱，咁呢個過程咧，其實都歸納喺設計入邊嘅，因為你要諗下點樣將個石頭同埋樹枝點樣好好地配搭綁埋一齊，實用得嚟，又要即係當然有啲靚仔啦。咁呢個其實都歸納咗係一項叫做設計入邊咯。當然啦，喺古代入邊就唔知咩叫設計啦。咁就算你話以前瞓山洞嗰啲日子，咁你石頭成地下都係，你瞓喺度，你即係真係揞到即係瞓唔着啦。咁其實你點樣鋪啲草，點樣鋪啲葉，點樣鋪法令到成件事舒服啲即係你要瞓得爽啲。咁呢個都係我哋日後所稱呼為設計嘅一樣東西咯。咁好啦，咁就可能會問啦，大家會問啦，咁即係我哋個個都識啦，即係人人都係設計師啦，咁未使乜成為一個行業啫，與生俱來啊嘛。咁但係就又唔係咁講喎，因為點解咧？其實我哋每個生命體咧個成長或者天生都唔同。成長入邊對於社會嘅認知，或者做對周遭環境嘅認知，甚至乎品味都唔同，所以會引申到不同嘅需要，亦都引申出嚟有不同嘅演繹方法，因為源於我哋個個都唔同啊嘛，咁所以嗰個輸出一定唔同嘅。即係等同好簡單，可能你行喺街上邊，你成日都見到有啲人嘅打扮，因為打扮都係屬於設計一種啊。咁你會可能學咗言，哇，有啲靚到揼幾聲啊嘛，但係有啲即係攞你命2000噶嘛，佢未去到3000嘅，即係攞你命2000，可能你覺得哇咁都得，其實真係咁都得喎，因為對於佢嚟講。如我之前所講，人人成長唔同，品味唔同，認知唔同，呢個就係佢自己個人嘅設計。記住啊，係個人嘅設計。咁你唔可以話佢呢個個人嘅設計唔屬於設計噶嘛？因為設計只係一個項目，一個做出嚟，令自己表達到自己最舒服或者覺得最滿意嘅一面啊嘛。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個人嘅設計。所以重點嚟啦，個人設計你可以自我放飛自我。如果你可以做到唔理人嘅批評，無視別人嘅感受呢，你真係可以放飛自我，自己點樣設計自己或者周遭嘅事物都得㗎喎。但係一旦你想將自己呢份概念受到更加廣泛嘅人去認同同埋接受，或者引起大家嘅共鳴呢，咁呢個呢，就需要我哋深入去對呢個層面嘅認知。所以其實設計需唔需要學，係源於你想達到
一個乜嘢嘅層面。如果你想達到廣泛嘅層面嘅認知同埋認同，咁呢個就係商業設計。商業設計咪要讀咯，真係要讀嘅，因為你要點呢？你要學識當中嘅技巧，因為我覺得任何行業都會噶啦，你學識當中技巧，熟練、深層次認識、探討，你先可以做專家嘅。咁設計有啲咩學呢？佢當中有包括色彩學啦、字體啦。色彩學大家都知噶啦，即係我哋周遭所見到嘅顏色點樣運用，點樣賦予佢情感喺顏色上面，都係色彩學一部分。字體啦，字體嘅形象，每個字體有唔同嘅傳達意思或者形象嘅，本身佢每個字體都有獨特嘅個性。構圖嘅原理啦，版面嘅結構等等，以及視覺傳遞呢啲概念呢，都係設計嘅課程入邊必須包含嘅項目。所以如果你想做一份當設計一份職業，但你想將呢份概念或者你所設計嘅東西受到廣泛嘅認同，你就要包括埋廣泛嘅信息。所以你一定要喺當中學習。如果你唔係，你話唔係，我真係想玩下，我想提升下個人品味或者對呢個美學認知得唔得啊？梗係得啦，更加其實我覺得每一個社會，如果每一個人都有基本嘅設計美學呢，真係世界都美好啲嘅。真係我唔係話自己讚美自己嘅行業啊，而係設計包含入邊嘅內容呢，可以整體提升到一個地區嘅文化，係可以一個好顯著嘅效果。所以你問我中唔中意設計，我真係真心地中意設計。我亦都好幸運，成日好感恩我自己由細細個開始可以有接觸到呢個行業啦，可以為呢個行業出一分力啦。就算我有一個新節目，我首先都會選擇去講設計，亦都我唔介意分享相關一啲我自己嘅認知俾大家聽。當然啦，大前提係大家都喜歡去聽先啦。如果今日嘅節目大家中意嘅話，你不妨俾個 like 我啊，或者留啲 comment 俾我啊，或者 share 我哋呢個頻道俾人睇啦。因為有你哋支持，我哋先有呢個力量去繼續營運落去，或者去繼續做落去。希望日後可以繼續同大家傾講下故仔啦，好冇？拜拜。